万国啊，就称赞上主；万民啊，就阿乐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伫咧，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这是咱三甲来学乐圣诗38首，学乐专灵主上帝。请起立。这是咱三角徛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到，你的旨意实成，今日亲像伫天里。今日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有阮人。无伫带阮入地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官、荣、荣光拢是所代代无尽。请阿妹，请坐。咱即时来看启应文57篇，约翰15篇，咱三角来交托。我因伫我佫无结果子的基，结果子的基，伊就甲伊收清去。我对恁讲的话，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济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
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的内面。恁若结真济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全能至圣的天父上帝，现今的世界因为肺炎的疫情充满死亡不安，政府为着要防止疫情的传染，停止所有的活动、聚会、甲族群的做伙，求主你怜悯，互疫情早早来退去。阮也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互阮平安，搁倒转来到你的圣殿，三角阿罗敬拜你。阮要大声吟诗阿罗你的名，主爱天父，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修使阮有敬畏你的心，搁愿意性命甲主耶稣基督三角结连，互阮的行做讲拢合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天父上帝，我若要为着阮中间有人年老白疼、身体欠安、行动不便、灵命软者的兄弟来祈祷，求天父你的主爱、怜悯、大权能赏赐伫阮逐人的身上，互阮有病个当得到医治，灵命软者得到勇壮，互阮搁较会晓亲近你、信靠你、顺服你，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见证主耶稣基督。是界定救赎的恩典，甲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真搁活的上帝，你是生命甲疼的源头。主爱天父上帝，我若要感谢你的引带掌权，互台湾的选举总统甲国会代表顺利来产生。求主你赐因有治理国政的能力甲聪明，修好两岸的关系智慧，看见人民的需要甲欠缺。行公义、心存谦卑、怜悯、主爱，甲你同行，会当带予台湾人民的生活有平安、有喜乐、有幸福。天父上帝，我若要为着普天下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所做的事工，拢得到你大大的赏赐恩典，互因的事工兴旺，互信靠主耶稣急求的人愈来愈加添。互世界充满和平甲疼，互你的名大大得到荣耀。今仔日大家教会来到阮遮来分享，阮感谢如牧师伫遮的事工，求主你大大的祝福伊，互伊所做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互今仔日的讲道有听就有生业。求圣神帮助，互阮人人受造就，听主益人，荣耀你的名。我来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福音，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4节，新约圣经第110页，我来恭读。这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侪人对伊，是因为看见伊行伫病人的生业。耶稣上山，甲伊学生坐伫遐。翻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侪人就近伊，就甲腓力讲：咱要对倒落买饼来，互这人食啊！伊讲即个是要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腓力一直讲，用200个囡仔来买饼，也无够额。互遮个人得到淡薄，
伊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有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才会互遮济人有到倒位。耶稣讲：恁甲遮济人，这人坐伫遐所在坐草，人就拢坐。少爷约了5000。耶稣摕迄个饼祝谢了后，就分互济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学生讲：去剩的沙肉，免得有拍算，就将食剩5个大麦饼的饼碎啊，扣满12斤。这人看见伊所行的生涯，就讲：这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以上，圣歌对俄乐，听堂圣神，阮欢迎你。了后，请牧师来讲道，有听就有新业。入去咱所敬听，伫咧主的内面，互相称呼兄弟姊妹。咱固定教会，这也是我的母会。我细汉的时阵，就伫遮长大。我伫遮受幼儿洗礼。也金无牧师迄个时阵，毋是伫即间啊，是咱教会。我1957年，1957，
咱1958年咱设立，所以我迄当阵设立的时阵是我2岁，我阿爸就是吕伯荣长老、吕伯荣长老，我拢还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我看阿姆的骹是绑脚的吼，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实在就如玉吼，就长老娘，是互咱会当去怀念的一个故事。总是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所以伫圣神的印出来下面，互咱通看见，伫60年前，伫咧屏蔽的内面，民国50年，迄当阵是上界世经的一间教会。60年后，是伫台北市上，应该是树很高的哈，真悬的，徛起伫真悬的一间的教会。这是圣神的工作，所以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伫咧领受圣神，伫咱的中间做工。希望我有即个机会，会当受派来到伫咱的中间。第一个是好像回娘家，第二个伫我的中间，今仔日大家教会有青年伫咧咱的中间，就是黄志伟，伊伫咧咱遮，互咱照顾。我的长老就是第2长老吴长老，伫咧咱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因陪伴我来到伫遮，为着大家教会100周年。有去做一间新的礼拜堂，伫迄个大溪的即个道路边，伫遐有需要，伫咧经费的顶面，希望咱会当来斗相共。所以，阮受派来到伫遮，为着教会的经费，阮来伫遮来募款，总是也伫遮，希望会当叙旧，因为拄来的时阵，长老有咧甲我介绍，这是什么人？当然，伫我国中2年级的时，我还会记得，迄当阵我伫咧迄个2楼，我是伫咧廖牧师娘，伊咧教阮，我拢坐咧头前。国中2年级迄当阵的乐理也无真熟的时，迄当阵我就开始伫圣歌队，我嘛是伫咧迄个所在来做学习。迄个时阵嘛，无人会想讲吕宗明会有一天要当牧师，真正拢唔知影。我的这吕伯家，伯家吼，吕伯家，讲李伯家吼，李伯家就是伫迄个时阵，伫咧2楼迄个时阵，有伫遐举行订婚的礼拜。我的姐夫就是陈文生，就是张金水。长老即个伫啦，伫外省伊叫张金水长老，爱叫阿舅，张家，张家。所以通讲固定教会就是我的真有关系一间教会伫吴克勋牧师伫咱遮的时，我有捌来，无通互我讲道就有影，伫遮参有礼拜安尼，大家甲大家拍招呼。我的妈妈今年87岁，还佫伫咧，还佫伫咧，感谢主，身躯还佫真勇健，所以阮伫遮会当代表阮的家庭，伫遮会当转来看见圣神工作，通伫迄个时阵60年前上界水一间教会，人数差无几个人，总是今仔日会当看见即间教会成长，这若毋是圣神的工作，的确无通安尼。所以我相信，廖牧师娘，伫遮40几年久的中间，一定深深体验到对迄个无到有安尼上帝的陪伴啦，上帝的陪伴。所以咱嘛为着廖牧师的身躯来祈祷，即马虽然年岁济，较无方便，我本来想讲，今仔日毋知当看到廖牧师袂安尼詹德勇长老陈长老嘛是伫布地李芬我伫布地在伊当我所以伫遐嘛甲因熟悉，带因的爸爸妈妈
认捌上帝啊，伊嘛转去啊，拢会去布地教会。啊，当阵我对传道啊，到牧师11年久的中间，拢伫布地，伫咧迄个庄骹的所在。啊，所以伫遐感受到上帝引带。所以我要讲遮个只有一项，就是讲圣神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是会当互咱去感受到。顶礼拜咱才开始转来实体礼拜，所以互咱会当去感受到遮个。所以今仔日我伫遮恳求被上帝帮助，互咱透过圣神的运作，互咱伫即个所在会当感受到伊的同在。咱这时阵三更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知影，若毋是你的气力，阮就无法度通做啥物。今仔日，你的萝卜有机会转来到伫出世的所在，伫即个所在来看见上帝你的做工。60年久，你互即间教会对无到有，对细间到伫大间。主，这就是你圣神的工作。主啊，你也互陈牧师伫即个所在做好的事工，毋是干那早起时的礼拜，嘛有 afternoon 即个礼拜，互青年人会当借着因所熟悉的话语，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互因有一个舞台，会当互因伫即个所在来献上感恩的祭祀。主啊，阮感谢你，今仔日阮相信每一间奉主你的名所组织的教会，拢要伫上帝你的祝福的内面，有上帝你甲阮三角之地，互主你的灵就踮伫阮的中间，愿上帝你的帮助，互阮会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用感恩的心来期待，通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有上帝你的旨意，甲你的气力的同在。阮哋早起的礼拜，要恭敬仰望伫你，愿主你亲自带领赐福。阮咱咧恳求感谢基督，用过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今仔日我要用这个有爱就有神机，有听就会当看见新约，来甲咱大家三角来分享。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知影圣神降临伫咱的中间。会当引带咱，会当感动咱，会当互咱感受到上帝的疼的同在。所以，毋茫圣神即时运作伫咱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互咱会当带着圣神的祝福规律来为主你做工。大家教会。原本今年2020年是8周年，我伫1920年4月20号，我嘛拢已经安排好势，4月18号要做100岁的生日，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4月18号迄个时阵，阮教会关闭实体礼拜，因为阮3月26号的时，有一个去甲阮参观的游客人客，他在3月1号、3月31号被认定确诊，所以阮拢是被通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都必须要自我健康管理。所以教会因为安尼，被通知爱禁止礼拜，爱消毒安尼吼，变做讲无妄之灾安尼吼。所以连台湾的4月18，阮就无法度通来举行。所以这个生日就可能要延到今年的10月，阮伫咧计划讲，看10月会当来举办那边吼。好事多磨啦，好的代志总是豆豆来安尼吼，好酒沉瓮底，所以这是阮的第一间的礼拜堂，这个是阮开始设计，
阮伫2013年的为着8周年，阮就开始设计一间，会当诚做敬拜上帝的所在，所以面对这个是第二个礼拜堂，就是伫这个所在，差不多50年的中间，拢伫咧使用的这间礼拜堂，伫咧将近50年了后，阮就甲伊拆毁，互伊重建，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大家伫遐计划。要搁再来定起，所以叫设计师就安尼画即个图，就伫遐开始建筑。迄个时阵，阮只有2000万，伫遐想讲，阮的亏力，互人任管，来创应该差不多有4500万。了后，若会当搁对外募款一个，安尼应该6000万无问题安尼所以阮就安尼大胆，来圣神恳求因带。就安尼，伫2015年，6月份都开工总共安尼对计划到完成到今年的3月交屋交厝，即间甲设计图无差足济啦伊嘛足够起安尼画出来都起会起来安尼所以嘛正够，即摆的建筑师拢遮有够咱中间嘛有一个建筑师所长了所以咱画出来就起会起来啦所以无问题，嘛拢起起来毋过唯一欠的就是钱也无够个安尼爱做也无管安尼所以今年年初都拄好这是暗时这好像有点亮所以总共一句话就是。爱咱来甲看卖啊嘞，我们现在已经盖好了，那疫情得到稳定一点的话，我会记伫4年前，咱捌去一届大卫之星，伫遐是我迄暗，游玩，我有伫遐分享，迄当阵是拄来去尔，你来看4年甲伊完成安尼真水的一间，所以伫遮邀请咱，邀请咱会当去甲看一下安尼我今日会当来遮是着咱的邀请当然，这间新的礼拜堂是会当互咱大家来使用的。我嘛真期待伫遮要来邀请咱。原本是4月，若是已经了的时阵我就无法度邀请咱参加8周年。上帝的意思，所以我还袂8周年还袂办呢庆生会还没有唱歌，所以爱恁来唱歌恁来唱 Happy Birthday 安尼所以遮有这个机会这是咱的相片，我甲伊借用这里那就是淡江迄个所在安尼真理大学校还是都一样安尼。淡薄数的，这个遮缘投的相片安尼风头翕也毋知，因做即张相片无安尼，伫遮咱通看见，这就是即个场啦即个场安尼。所以我要来遮，我已经先甲咱的环境安尼先熟悉我伫要来遮之前，我捌来过。迄当阵吴克勋牧师的时，我的同学时，我捌来过安尼拄要有咧讲，我无上台尔点，所以伫遮，人忙会当来共同来学习这个布袋就是拄要咧讲，迄个李文忠的娘伫伊的爸爸妈妈伫遮，我伫遮因为迄当阵少年，所以那像人伫咧讲来讲खु开落安尼安尼2002年我有去转去台南所以伫布袋等于有11档的时间去台南西门教会3年外了后我就去日本牧会伫日本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到尾伫穿越教会我先去神父了后去穿越传入教会靠仔哥的教会伫遐，所以10年久了后大家教会因为要建堂，所以帮我邀请倒来呢我真感动
迄当阵咧想讲，敢若搬厝吼，是伫台湾咧搬的5倍吼，嘿，安尼。所以我嘛是为着安尼，所以真欢喜转来，真欢喜转来。所以已经转来得要5冬啊，真紧的时间安尼转来担任这新教会这建筑的工作。所以4、5年前迄当阵决定要转来，我迄当阵就伫遐，伫咧想讲，要去教会就爱募款安尼因当甲我讲。应该毋免啦，嘿，阮逐日努力看卖啊咧，抑阁有即个变一寡钱，毋过迄当阵真正用无够，人讲起厝按半了安尼啦，嘿，遮嘛爱阁钱，遐嘛爱阁钱安尼所以到尾真正无够。起好即马抑阁爱借款，已经有甲人贷款，贷款伫中华贷款，搁伫合作社贷款安尼已经有1000几万，安尼才有法度去纳遐个买款的工程费安尼，所以阮即马就爱为着即个1000几万来主恳求啦。原本是讲靠着阮家己的气力，敢无法度安尼真正人袂搞定，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有那个力量靠着我们自己要来完成，但是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今仔日这陈牧师有这个机会来互阮来甲咱我的母会啦我出身的教会来甲咱兄弟姊妹恳求斗3工希望伫咧即个代志的顶面会当互阮有淡薄仔的快乐所以伫遮许一个心愿，就是希望阮8周年特别唱 Happy Birthday 时安尼阮的这个贷款看会当还了未？还偌久？还无半年，较无半年的中间，看这个贷款会当较少未？所以这是阮的一个心愿，嘛希望放伫咱大家的心中啦。当然，咱是毋是会当亲像听通这出外人这需要的人共款，咱尽咱的气力因为上帝互咱偌济气力，咱拢知，总是献得甘心乐意帮咱的肢体，我相信这就是咱会当做所以中会温泉湾到今年的7月阮会当这个中会内面的国教会来这个募款所以期待咱伫主的肢体内面对伫我的所有介绍希望咱真正会当去看到阮的需要安尼。所以今仔日用这个主题就是有听就会当看见新约，看见约翰福音第6章这个所在，咱会当看见5个饼2尾鱼，要5000个人食到饱。所以这个记载只是一个提醒，嘛是一个祝福啦，嘛是一个祝福。因为咱有做，上帝就会透过咱所做，虽然真微细，虽然是一个囡仔5个饼2尾鱼，遮尔真少。虽然是人伫咧讲的，伫60年前是台北市上界细间的一间的教会。迄个时阵，我伫咧做主日学生，我还会记边仔是迄个竹篱笆，内面无几条椅总是迄当阵我真欢喜，是安怎？去拢会当分啥物？分迄个卡片圣诞节的卡片，会当分饼安尼所以伫迄个中间，囡仔被吸引，囡仔被吸引。迄个时阵，我会记，我的主日学老师是林培祥牧师，迄当阵的青年内底的新学生，是大安教会的即个什么牧师，我怎袂记？罗连修牧师，我。迄当阵罗连生牧师啦，罗连生牧师。所以伫迄个时阵，大家人即拢已经被上帝提升，大提升。所以阮伫迄个当中，虽然是真卑微、真介细，总是上帝使用
大大的使用我们。好，遐尔细间的教会，总是你也看，伫迄个所在，伫遐服侍，搁一位迄个蔡法基牧师嘛是伫迄个时阵，蔡法基牧师，我就是蔡法基牧师，甲我讲爱转来，伊嘛是我的主要老师啦，即摆拢是我的前辈，我拢伫咧军队，军队因的骹步，军队因的服侍的骹步啦，所以我今仔日会当伫即个所在，伫咧咱来发即个声，就是讲毋通轻看。不要轻看你的五饼二鱼，唔通轻看讲我的气力无偌大，总是今仔日看的只是啥，互咱知影，上帝若要使用咱，就会当互咱来看见伊的神业。所以第一个，什么是神业？咱知影，咱所有的作为，拢是靠着咱的经验。靠着咱的智慧，甲靠着咱会晓未？有没有那个能力？比如讲弹琴，我都毋捌学过琴，我哪会晓弹琴？无你也坐咧你用一支好一个牧师娘，伊就讲伊袂晓弹琴，总是安怎？伊开始的时阵是一首的，迄就是第二个牧师娘。第二个牧师娘，伊讲伊一开始伊无学琴所以去到伫布袋教会讲袂晓弹琴要安怎？无要紧，你着迄个破题啦，伫面顶迄个哆来咪发嗦迄个项字，就一支尔。所以讲，伊咧弹琴真清楚，哆就是哆，无哆咪，咚安尼无，真清楚伊就是因为安尼开始，到尾伊会晓输琴。所以毋通看讲我袂晓所以我袂晓服侍我袂晓唱歌我高声去食后我就袂晓唱歌，所以我无法度去做圣歌队的服侍。我讲会使去，而且咧练习这位我毋知啥，张乐就是张乐，而且咧带歌的时阵，你也看讲实在，伊会当伫即个所在带歌，我嘛相信。上帝绝对透过伊的带歌来，互咱兄弟姊妹得到利益，对不对？伊毋是讲我伫遮教歌，我1点钟会当领偌济钱，无呢。咱伫上帝的面前，拢是啥？拢是服侍。总是上帝透过即个服侍，就祝福伫伊的事工，祝福伫伊的家庭。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做工，咱就爱伫上帝的面前做工。咱就要抓牢这个机会，伫上帝的面前做工。所以，咱毋通因为咱家己经验顶面感觉我袂晓我无，所以我就无去做。乃是，亲像这个囡仔，伊甲迄个5个饼2尾鱼要摕来，互5000个人食饱。你无讲像遐个速度，遐个学生一看讲，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你这互人踢一个喙齿芳嘛无够。你这你摕转去家己食，总是囡仔就讲，大家斗相共。上帝爱的就是这个，不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经验，我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讲今仔日你想来读神学院，你家己不自我量力，捌人甲我讲，人读牧师的拢是毋是老爸的牧师，就是阿公是牧师的啦。早有要去读神学院，才要做牧师的。总是你这是啦，你这长老囝尔，你也敢去读神学院？我真正捌互人安尼讲过。这个嘛是我的长辈。伫咧咱的中间，伫咧台北，即摆住咧台北90岁，捌做到了教会，我的小会议长甲我推荐的，伊就安尼甲我劝算啦，甲我消遣安尼。总是。我就该读互伊看卖咱毋通伫别人的认为的中间，你无法度啦，你这你不行啦，安尼咱就安怎？咱就睿智啊！说行不行的是谁？是上帝啊！你有法度去做这项代志无？是上帝咧甲你讲，你有法度无？毋是别人咧甲你批评，别人的评准对你来讲不要产生什么作用。所以，这个学生回来，伊直咧讲，我干那20年，我是要用什么互人食？对啦，
照他的经验，照他的能力，好像是没有办法。总是你若有法度，咁就需要神呀。你若人有法度的，你敢有需要上帝给你出气力给你？你自己都能了。所以有真侪人病得到医治的时阵，伊无感谢上帝啊，感谢啥？哇，多一个病院的大粒医生，甲我手术好的，对不对？荣耀归于谁？是上帝还是人？变人啊，对不对？你看不到神迹啊，就是人没有办法的啊！这开刀都袂好啦，这3%，3%尔啦，哦，就是你敢开，你求上帝，上帝就要予你3%变30%，要予你安怎变100%。这个才是神迹呀！神就是要做人所没有办法做的事。所以今仔日，咱有人伫咧看讲，哎呀，真正我着照我的能力，我实在无法度。总是你求啊！即马所行的无搁再是我，是啥？是主伫我的心内啊，伫我的生命的中间活着啊。所以你照上帝的规律来行。耶稣伫咧问腓力啊，腓力讲我要对对只，唔知，这一般人拢用这个主动主观的经验、知识、能力来，总是让你当看。单照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怎样经验到神的丰盛，咱拢无法度去经历到上帝的信仰。所以咱都要用单纯的心，积极来行动。安尼咱才会当安怎去看见到上帝的信仰，看见到上帝的信仰。伫约翰福音6章第9节，咱会当看见这所记载，这个圣经在，互咱看见什么？一个囡仔带5个饼2尾鱼来到你家，伊用单纯的心献出伊的5个饼2尾鱼。这个囡仔，因为伊是囡仔，所以安怎？有人讲囡仔安怎？囡仔就有迄个特权啦，去做那个不是很正当的事情安尼啊，唔是照人伫咧讲的啊，你安尼来做就对啊。所以这个囡仔，你也看，伊无去烦恼别人要安怎甲看，伊的头脑内面嘛无有真济分析甲计算，伊就是啥，真单纯啊！我遮有啊，你要食啦，我遮摕去食啊，是毋是安尼？无怪呀，主咧甲咱讲，那无回归像什么？像孩子的，不能怎样进天国。最主要就是什么？不要顾虑太多啦，莫顾虑伤济啦，莫顾虑到你的面子啦，莫顾虑到人安怎看啦。所以咱是要惊上帝，还是要惊人？即马真侪人拢是惊人安怎，对无？惊人看无，惊人讲话，惊人安怎甲咱踢笑。你敢有惊上帝？上帝爱你做的，你有要甲做无？伫小小的生命里面，他只有什么？伊敢若只有对这个伫遐咧讲，你老人家想要帮助人啊，这是耶稣。在他的小小的的头脑里面，就是什么样？就是希望怎样帮助耶稣，就是希望以透过这行动，透过这活动，将伊家己安怎所有的奉献出去啦。你会当为主奉献，就是机会。人伫咧讲，施比受
更为有福。予人的比摕人的安怎较有福气，对不对？你要予人是因为你先有嘛，上帝先予你有，所以你已经比别人较早有啊。所以你是毋是比别人较有福气？别人还无的时，你已经有啊。所以你将你的有的，上帝予你的，你安怎？伫即个中间来甲人分享，是毋是会比安怎？看见着上帝安怎样透过你所予人的，来予人得到福气。有一个新者发生伫19世纪，顶一个世纪，1988年的时，有一个贫民区的查某囡仔，礼拜日去到伫教会，一间遮细间的教会，伊要入去的时，看内底安怎，拢是人，拢是囡仔，伫遐安尼，因为拢坐甲定定，无像即马安尼还阁有老位。所以找无位通入去的时阵，煞伫外口伫遐咧喊。牧师对外口对后壁面过来讲：啊是安怎？你哪会伫遮哭？你哪会伫遮咧哭？伊就讲：我无法度入去，我就爱听牧师来讲啥？讲耶稣的故事。啊，我无法度入去啊，我无法度上主日学啊，因为安怎？因为咱的礼拜堂伤细间啊。所以，这个牧师就甲伊派咧面顶，行到伫遐，甲伊扛落来，坐伊的头前。你坐咧遮，虽然无位，你坐涂骹，你伫遮听我讲故事。这个囡仔转去，迄暗就甲上帝祈祷，因为伊无位，所以伊伫遐咧哭。总是伊。会当入来听故事，伊真欢喜，所以迄暗就伫遐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有开力，互我开始欠钱，我要甲即间礼拜堂安怎，甲伊起较大间的，互搁较侪囡仔会当入来遐来住，来伫遐听耶稣的故事。总是到伊过身的时，因为伊有破病，所以伊过身的时阵，伊的钱筒内面，才只有欠无到1块的美金，只有57分呐，57 cent 哈，57分的美金。啊，就迄57 cent 的美金，即个牧师甲伊摕转去到伫教会，伫遐。即个牧师讲，有一个囡仔，伊有即个心愿，咱要安怎样来帮伊？所以，即个送养的囡仔伫遐，一直努力欠钱，总是只有欠57 cent。伊的爸母将这57 cent，连1块都无够的，甲伊摕去互牧师，牧师就甲伊安怎？就甲伊。牵伫人迄个信徒就甲伊牵伫迄个报纸，都有一个，即个生理人就将一块地来捐互即间教会。总是伊讲毋是捐的，是要卖伊，卖偌济，就是卖57分。然后即块地就成做即个囡仔完成。即个梦想的一个机会，数年了后，即个5个饼两尾鱼，咱来看即间礼拜堂来起好势，天父浸信教会，然后有一间大学，嘛是伫即个地顶面来起成，浸信会就伫迄个所在来经营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病院，伫迄个所在来做异地传福音的事工，阁有一间。主流大学，在大楼，就是即个囡仔伫咧讲，要互安怎，要互较侪囡仔来伫遮听福音的。
留意遐日子买，即个查某囡仔，哈，甲即个牧师来完成即个57圣的信仰，只有57分，连1块钱都不到的美元，完成了这么多的事。57圣，什么价值？57圣会当做什么款的事？伫咱的经验来看，哪有可能做啥？总是咱会当看见，上帝的疼，互伊来完成一个遮尼正大的美梦。5饼2尾鱼，是不是会当互咱学习到，不要轻看自己的能力？上帝互咱的虽然是真美色，总是当你愿意摕出来，遮个拢通互咱变成做一个会当看见上帝心意的事。所以今仔日顺服的心，会当互咱参与伫个即个啥，即个信仰的内面。虽然安德烈用伊的理性经验来判断，伊知影伊无法度，总是伊顺服迄个条件。伊嘛安怎？伫迄个中间叫人拢坐好，然后第二个把握迄个囡仔奉献的机会，到最后带到主的面前。伫耶稣的面前，要看见人的软弱，要看见到上帝的权能。所以安德烈伊选择伫经验分析内底，遮个拢总安怎？隆重企图，因为遮个拢互人看袂到什么上帝的心意，所以咱通学习到，伫你的厝边的内面，有人需要的检菜，迄个厝边你真讨厌，迄个厝边安怎定定咧甲你咬念，总是咱真正看见伊的需要的时，当你开始互伊一个面包，互伊一块饼的时，迄个咬念安怎就无去啊啦。毋是讲你莫讲我咬念好无，毋是安尼。是因为你的疼会当去改变迄个人对你的什么的态度啦。这对你来讲，有的来讲啊，迄一点仔物件啊，哪有可能？毋是你的有可能，是上帝会互迄个无可能的变成做啥？有可能。一个拥抱，一个安慰的话，会互迄个伤心的人安怎来得到安慰啊？你也无开偌济钱啊！你也毋是讲带伊去食牛排啊，拢无啊！你只有啥？一个安慰，一个爱的拥抱，你就会当互一个安尼濒临崩溃的人安怎底下重建什么他的信心，重建他的信心，所以教会分享这个建堂，我想这个现况，有5分钟5分钟的时间会当，互我看另外迄块，好无？这个5分钟的时间，它可以自动放映吗？不能，你自动放映啊，没有那个音乐了，有，好。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对大家教会淡薄的介绍团契的活动，甲建堂的经过，这是卡掉的。这间礼拜堂了伫遮就地重建，这圣诞节出去报佳音，这兄弟团契，这主日学。这是旧的礼拜堂这是旧的礼拜堂，临时的礼拜堂一寡这拢是临时礼拜堂的相片。这妇女团契、少年团契，成人主日学结业了后，拢有办证书、读册会，伫遐逐工早起拢有赞美操，已经14年啊，14年的时间。内底有一个100岁的阿嬷
洗礼，吼，引出来伊洗礼。要办社区，所以阮有办一个协会。啊，这是这个中间的广场吼，啊，伫遮咧办活动。这开班有遮个班吼，陶艺班有遮个音乐班。啊，即摆咧讲的看的，这是新塘的建造，迄当做说明会。阮即摆建堂义卖，啊，遮个物件阮原来有摕来伫，等一下会当伫遐啊，伫外口吼，伫外口遐。2015年开始动工，吼，到4年久的5年久的中间安尼完成，即个基地。这基地300几平，啊，起起来面积是550平，所以即马总经费是7000万吼。阮即马已经是5000几万吼，已经有迄个无5000几万。啊，这是即马的已经起好的现况。伊个采光真好吼，啊，这是伫面顶翕落去的港台。这即摆已经咧做礼拜啊，吼，已经会当使用啊。啊，这是即个渐渐来使用伊。这是祈祷室，有一个是不是架塔的祈祷室？所以礼拜日吼，拢有真侪遮个观光客，就是咱教会诶信徒会去遐做礼拜，吼，甲阮做伙做礼拜安尼。伊诶容纳度吼，就是会当坐要到300个，吼，啊若像安尼，咱若是安尼看坐吼，原来有100几个，安尼诶位置。迄红色的，迄就是第旧的窗仔门甲斗起哩，吼。迄有一个新的旧的一个传承啦，吼，一个感恩安尼。这个是不是架塔？安尼。阮跳赞美操的是伫个迄个港台。旧年的圣诞节，吼，伫遮演剧，吼，旧年的圣诞节就遮用。2020的新春礼拜，吼。毋知咱有感动无？阮有卖一个纪念品，是一个十字架吼，十字架啊，迄是按摩用的吼，啊面顶有刻100周年，迄阮100周年的一个纪念品。啊，即个纪念品吼，原本是4月时阵去的人要发的，啊总是到尾啊，因为4月无，啊所以一堆伫遐，所以讲啊无摕来做义卖安尼啦，吼，啊迄是基层木，吼，迄是防潮防湿防变形的。吼迄个物件真好用，会当做十字架，迄一个十字架的吊饰，毋过会当做真好的按摩的使用安尼吼。
所以伫遮搁再一遍，深深甲咱拜托，等一个若会当的时阵，阮的长老会伫迄个所在，甲咱大家招呼服务，所以迄有100块的，有200块的，照咱的意爱。阮今仔日有摕来奉献地，奉献地内面有记名，搁毋茫讲你会当写地址，通互阮伫咧处理即个奉献证明的时，会当较好处理安尼，所以搁再一遍，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有即个机会当转来遮，甲大家叙叙旧，我相信，阮家族，路北龙长老因。伫咱的中间，因为伊遮上久，所以互咱大家纪念。阮爸爸是吕金龙，金龙，金柳，伊伫遮2任的执事，2任的执事，伫拄开始的时，迄个时阵，所以阮家族伊愿伫遮甲大家请安，毋望上帝一听，就踮伫咱的中间，咱伫即个所在。会当真正得到圣神的恩典，互咱伫遮为主大大做工。咱三甲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搁再一遍感谢你，通互阮透过5饼2尾鱼的教示，互阮通知影，上帝你有特别的作为，也通互阮看见，上帝你爱阮为主你做工，看见遮个智美事，阮脑开力，阮就爱伫遮。奉献出，阮对上帝你所领受的，愿主你的恩典就踮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互阮看见即个肢体软弱的，因有需要的时，阮就爱尽阮的气力来帮助因。愿上帝听阮恳求的声，帮助互固定教会真正是主你的内面来得到兴旺，也互即个大家教会有份来甲因诚做。好的，即个兄弟姊妹，愿主帮咱，通互阮今仔日所领受的，真正无规的空空，伫上帝你的内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妈妈。阮来恳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即时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圣诗373首，救主耶稣我入志，请起立。
请坐，咱即时来奉献。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上帝，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为我们所领受的所有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今天借着吕牧师的分享，以及他教会的一些的历程，让我们能够一同激励，一同在他的信息、他的教会的经历你恩典的历程当中，一同去激励彼此。上帝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在这个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里，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恩典当中去思想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成为你的子女，在身为这样一个身份，在这个时代当中，怎样做光做盐，怎样立身处世，怎样活出你的见证以及你的形象。我们奉献金钱，是我们对你恩典的回应。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未报告之前，咱来看这礼拜的金句，伫咱的周报同尾的时阵，最后一页，约翰一书4章70甲80，咱台语、国语拢读2遍安尼。咱先读台语。所听的兄弟啊，咱着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无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咱搁读一摆。所听的兄弟啊，咱着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无上帝，因为上帝是听。咱来搁读华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都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这是我来报告。咱感谢上帝恩典，伫咱这个疫情真严重的时阵，咱休困2个月，这是咱会当搁再三角见面，伫这个所在来学乐敬拜上帝。咱真心感谢咱的主会带领保守。咱这消息报告中间，咱虽然来恢复实体的礼拜，但是咱嘛是爱戴口阿嬷，搁量咱的体温。搁勤洗手，希望咱中间的时候，搁唔卖过来发生有这个确诊的例子，不然的话就很麻烦。希望咱兄弟大家来配合，慢慢来恢复真的正常的生活甲敬拜咱的报告第一项因为较长，所以咱家己看就好第二点，今仔日是迄个诸仙奉献的主日，咱感谢卢牧师来甲咱中间的分享。因为伊所做的工是上帝恩典，真正也是神业。无迄个所在，无可能起一间7-8千万的厝，有法度安尼来完成。这拢是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做一个真好的帮衬。咱头挂礼拜刷的时阵咱就牧师甲副长老因有摕一寡物件来遮义买，咱尽量就来看咱选咱有需要的。就尽量来买，来支持，互伊时间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妇女团契6月份的聚会通知，咱要定伫即个6月13礼拜六，早时10点到12点，伫咱教会要请林秀芳执事来讲非洲唯一的基督教的国家伊索比亚，伊要来遮来分享，希望咱的兄弟来报名，伫这个公布栏顶头拢有打出来咱尽量提早报名，伫6月7要来结束安尼。搁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讲，咱去年度咱兄弟对高等教会奉献支持，尼奉献证明拢已经开出来，伫咱的迄个奉献箱的内面，请咱大家会记哩摕倒去报税用安尼具体消息甲公道，请陈牧师来主持。各位在平安。我的台语无亲像吴鹏凤遐厉害你猜吴鹏凤是谁？知道所以我要把口罩拿掉，因为表情是我台语的一部分。这个吴鹏凤讲伊是外省人，伊自细汉听到台语，伊这介意的，所以一直学台语。所以他虽然是外省人，不过伊台语讲得好不过我虽然是台湾人，我的台语讲不好。后来我看他的出生年月跟我一模一样，他也是1964年的我是要介绍新朋友了来。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郑景贵跟蔡玉琪。有这伫遐，妈妈跟儿子妈妈，刚好要甲咱讲话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无？有无？真感谢主，今仔日会当来到遮，甲兄弟姊妹熟悉，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心内真欢喜。好，感谢主，荣耀归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谢谢。好，还没有新朋友无介绍的。来介绍咱宽心长老的妈妈，今日会当跟咱做礼拜。宽心长老的妈妈，
是。好，欢迎欢迎哈！以后我们要多多照顾潘新长老的妈妈哈。好，啊，另外咱是使吕牧师嘛吼，女牧师啊嘛爱介绍一个今日甲吕牧师做伙来的胡长老吼，咱大溪教会胡长老，请胡长老入来一下吼。咱介绍一下，胡长老是咱七星总会最重要的当纲长老吼。来，胡长老吼，咱先塞一下哈。然后胡长老就是我们那个纪委的妈妈啦，哈。台大的要认识一下哈。好，纪委的妈妈哈。好，其他有无介绍到的新朋友无？其实你们就算没有戴口罩，我也认不出来。好，来，咱们来当心祈祷哈，来，咱来祈祷。我未经过2个月，阮无法度3个组织做伙来做礼拜。即马阮会当开始渐渐会当组织做伙来敬拜你，来甲阮兄弟姊妹有团契，这是何等大阳光稳定伫阮的心中。阮真正珍惜阮会当3个做伙的机会的时。求你保守阮众人，无论是毋是正会当3个斗阵，还是伫逐所在，我袂拢甲阮的兄弟姊妹拢要放伫你的手中，你亲身来引带保护。无论是身体欠安，还是心神无平安，拢更较需要你的慈悲怜悯伫心中。要甲即马来教会一段这个时间开始聚会，有侪事工就爱开始来运作。求你赏赐阮教业的智慧、听心甲耐心，会当搁更新甲阮所已经落后是欠缺的事的工搁赶紧开始来进行。尤其是伫这个时，阮发现虽然中国肺炎的疫情渐渐地较缓和，毋过台湾也是世界逐所在的经济犹原未复苏求你，互阮有教业的稳定、坚持，互阮会当照起工来过日子。对你有信心，嘛对家己的社会、家己的国家有信心。特别要为着香港来祈祷，受到遐尼大的冲击，为着顶面的人民来祈祷，嘛会当对你看到望，对你的百姓的团契的群体来看到望。虽然阮发现阮人气力无气力。真软者，毋过阮真正要把望放伫你，要甲信心向你。特别求你安慰阮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失去亲人，有人当在病痛，有人伫生活伫工课拄着侪困难，
讲要藏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身来保护。阮同心祈祷，这是阮的恩典管理，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一件代志要补充报告的是，咱王英哲长老的妈妈也告别礼拜是伫后礼拜四6月4号因为时间这早伫7点半7点半在二滨伫二滨的至善二厅孤行那王英哲长老所以如果要参加的很欢迎，可是时间又早，而且也还算在疫情的末端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是没有关系伫二滨的至善二厅孤行好，还有一件事等一个礼拜煞咱大家教会伫后面有预备他们义卖的一些东西有那个手帕跟口罩罩，这个是这边这个是100块，加迄个十字架跟那个米夫米夫那个都是200块你会觉得不便宜，对，不便宜，因为这是义卖。咱以后拿来去到打卡看到迄遐尼好、遐尼舒适的礼拜堂加教育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一直有在祷告，而且一起支持的教会，安尼好不？好。咱们来唱圣诗第391首《俄勒提定住宅》，唱了咱请吕牧师来作答，请咱起立。恁通平平安安出去，好当为主做见证。因为我将恁交伫万军灵上帝的圣手中，阮相信圣神的引带，得甲因，互咱会当为着伊的名，带咱行永远的路。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助，甲咱整大家三甲地地，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袂倒。
各位会众，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赞美诗。那请投影人员。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然后这时候就是从头，我们再。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众山围绕。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第二句重复。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好，再来，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是《奔跑不放弃》。寒风暴雨里，你每个狂风暴雨里。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
在请各位弟兄姐妹安静预备心，准备进行雅福德润礼拜。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赞美诗《围绕我》。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你是我的盼望，我避难所。好，请弟兄姐妹依然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是何等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聚会，
来到你的殿中，仰望你的恩典，亲近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尝试着、尽力着在生活的每一天，一脚踩在世界，一脚踩在永恒里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常常感到软弱而跌倒。我们可能面对前方一条弯曲的道路，我们可能承受着世俗的恶意或不谅解。但是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无时无刻在我们的身边。谢谢你应许用大能的膀臂围绕着属于你的子民，就像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为了坚持活出上帝国的价值时，那每一个竭力，每一个尽力而为。因为你看的是那美好的仗，我们是否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是否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是否守住了？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仿佛失败了，但你都看为宝贵。主啊，谢谢你将众弟兄姐妹摆放在彼此的生命中，互为肢体，在欢笑的时候、哭泣的时候，在迷惘的时候、害怕的时候，甚至在感到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都得以彼此坚固、彼此扶持。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避难所。在你里面，我们拥有无尽的平安、自由和希望。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3到8节，和本修订版的版本。各位可以看前方的投影布幕，我们全部一起来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按着所得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或说预言，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侍的，要专一服侍；或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或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今天的讲题是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思豪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容许我把口罩拿下来哈，我离你们很远的，因为我的表情就是我的说话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12章哈，我没有从第1节开始，我从3到8节哈。那我们来亲近上帝话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来亲近你的话语，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啊，一起来享受你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现在要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灵亲自的指教，你要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赏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将所明白的能够行出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以下的时间你来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罗马书12章哈，我大概讲一下罗马书从第1章开始到第8章。第1章到第8章，它是个很清楚在论述教义，论述基督论，论述救赎的部分，1到8章。然后罗马书到9、10、11这3章呢，保罗跳去讨论以色列人怎么办，就是本来上帝国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得救的问题，他们跟上帝关系的问题好，那就9、10、11。那就进入12章开始12章到第16章，16章结束。进入12章开始，就是保罗在论述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上帝的救赎了，我们是基督徒，那作为基督徒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就是从12章到第16章都是在讲这个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罗马书中间的9、10、11跳开不看，好，你就会发现罗马书的结构很单纯啊，结构就是1到8章前面在讲教义，啊，讲基督教的教义，保罗解释基督教的教义。那后面12到16，在提醒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好，那这个不只是罗马书这样子哈，所有你在新约看到的书信都是这个样子。啊，保罗的书信，或是你看到那个一般书信，就是约翰1书、2书、3书，好，或是彼得前后书，都是这样的结构。前半部都是阐述教义，哦，教义。然后后半部都是提醒，那基督徒你在这个世代上面，你在你的世代，你在世界上面你要怎么过生活？哈，好，那今天我们经文是12章的第3节到第8节，哈，我们就一路看下来，保罗在讲的时候，他担心什么？哈，你知道我们跟人家对话，我们一定有想要讲。一定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做什么？我想讲什么？那事实上常常都是因为，我跟你对话，我常常是因着你的问题，或是因着你的状况，我要讲出一些话哈。所以你不要想象说，保罗忽然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很莫名其妙，就很自然就开始告诉你说基督徒要怎么过生活。好，他应该会是知道那边的人。基督徒的状况有些什么基督徒生活的情况有些什么状况，他要讲出一些提醒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揣测。他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你猜，我们比较小人一点，所以你猜他们怎么样？他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好，那。保罗就说：“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高，要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汉字的翻法哦。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如果看得合乎中道，这个希腊文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我看过好几个英文译本，都是把它翻成 sober， 就是你要清醒、冷静的看待自己。好，你要清醒冷静的看待自己，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看得太高哈。所以，我就蛮能够理解什么叫做那个不清醒的、不冷静的人会把自己看得太高。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会不清醒、不冷静，把自己看太高？哈，骄傲的时候，不够清醒、不够冷静，把自己看太高。你被捧起来的时候啊，是不是大家都说你怎么样？你很厉害啊，你很棒啊，你是什么？你现在是 YouTuber 哦，你现在是网红哦，你就开始怎么样？好，你就不会冷静清醒的看待自己哦。他说你要，保罗提醒说，基督徒啊，你们要冷静，要清醒的看待自己，不要看自己太高。那在这个群体里面，他说，我们你知道这种中文看不太清楚，我等一下用白话文讲哈。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哈，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这是中文哈。然后，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个还是经过修订本的哈。我们看一下啦，可以这样理解哈，把它理解成说。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身体中的不一样用处的肢体。肢体是指什么？各部分嘛，它是肢体哈。保罗概念是说，基督徒你们这个群体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躯体，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什么部位啊，各不同的肢体。所以保罗意思是说，你可能是手，你可能是脚，你可能是鼻子、眼睛。哪一个重要？啊？一样重要吗？是吗？哪一个重要啦？
你不要急着想回答嘛。我说过了，你们面临问题的时候，先去分析这个问题怎么样？问的好不好？是不是？如果问你说哪一个重要，你开始去想哪个重要，你就完蛋了。你要去说，你怎么可以问我哪一个重要？是吧？应该是看你这个身体在做什么时，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什么就比较重要嘛，是吧？吃饭的时候谁重要？嘴巴重要。是啊，对不对？哦，就意思是说，其实如果是你是一个身体，你的肢体哪一个重要，会取决于你在做什么事情嘛。哦，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办法说哪一个重要。哦，那甚至于说我吃饭的时候嘴巴重要，那手嘞，其他不重要，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忘记我是陈思豪牧师吗？我是一个害怕寂寞的讲员。如果你不回应我，我会什么？恐慌哎！我已经恐慌2个月了，你们要让我，你们要拯救我好吗？然后我2个月都对着那个镜头讲道，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人理我这样。哎，回应我好不好啦？真是的，回答我。我刚问什么问题？哦，对，吃饭的时候嘴巴重要，那其他的不重要是不是？手也重要啊。哦，那像脚不重要对不对？你全身都重要，只是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吧。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我就想到 football，American football 那个美式足球。你们有没有在看美式足球？那我想错例子了。有没有别的例子？美式足球会特别清晰哈。美式足球当然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啊，对不对？从他的最灵魂人物叫 quarterback， 叫4分卫，那个拿到球要传球或是决定怎么进攻的，那个是4分卫。哎，他要被他前面的那些什么 back guard， 被什么的要保护他嘛，对不对？然后有些人要挡，有些人要被他传球用跑的去得分，有些人是先跑到前面，他传球然后接球得分，对不对？那4分卫是发动攻击重要的一个球员。可是如果这一次进攻要成功，是靠什么？靠什么？全部的人都做到他们的部分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到最后 VIP 那个什么那个 most important MVP 啊，那个最有价值的球员，他是那个 most valuable MVP， 都是颁给谁？就是4分卫啊，你听懂我意思吗？他是最亮眼的啊。可事实上，如果他前面那个没挡好，他就变残废了，你知道吗？他被撞死啊！就说明明这一次攻击是其他10个人，哦，那个上场是11个人，跟足球一样。你们会不会踢足球？足球也是11个人哈，知道11个人。你们这些不运动的真是很惨。好，明明他发动的攻击是得靠其他10个人都做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才会成功，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其实最亮眼是他，最亮眼的是他，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好，那你知道，其实保罗在讲的，保罗要在这段经文让他讲的是这个概念。其实，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虽然知道大家是分工合作，是吧？是不是？可是其实我们人性还是会去找一个什么最突出、最亮眼的，是吧？那仿佛他才是什么那个最重要的。事实上，保罗一直要跟你讲的说，不是，其实没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啊。刚刚即便我说吃饭的时候嘴重要、手重要，脚不重要吗？你给我翘2郎腿看看，你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怎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哦，好吧，那换一个。你给我香港脚不穿鞋子，那边看你吃得下去吃不下去？这样听懂了吧？啊？所以脚也重要吧？吃饭的时候脚重不重要？还是听不懂？
吃饭的时候会发出臭气的脚重不重要？就这好烂的例子。反正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实作的时候、实况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说，我们是要分工合作，我们每一个 part、每一个肢体都是一样重要，都非常重要。可是没有，从人性来看，我们还是会把眼目投去那个仿佛一个最亮的地方，一个最高点。这是保罗，我们要有这个概念，才知道保罗他在讲什么。他要做这样的提醒，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各种不一样用处的肢体。好，那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要赏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有哪些恩赐？他说，在一个教会中有这些不同的恩赐。有些人说预言，有些人是服侍的，有些人是教导，有些人是劝勉。有些人是施舍的，有些人是治理的，有些人是怜悯人的。他说不都有一样的用处哦？其实意思就是说都有不同的用处就好哈。他说不都有一样的用处，好，那他就要开始解释了。他说，如果你是说预言的，你就按着你的信心的程度。那我要解释一下圣经写到说预言是什么意思哦？如果你看到他这个说文解字，看到预言，你就想到什么？他是在说什么？说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们再不理我啊！好，就是说未来哈，预言未来的事情哈，这是我们一般对预言的理解。虽然一样是用这个字预言，可是，在圣经里面讲的预言不是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讲预言，就是在讲上帝的话的意思。好，这个字就代表是我在宣讲上帝的话，这样去理解就好了哈。就说预言，就是我在宣讲上帝的话。所以现在有很多基督教群体，他们不去理解这个概念，他就把它想象哦，先知会说预言。好，那现在教会要有先知，那他要说预言哦，那预言你明年6月会结婚。好，这是预言哈，不是这个概念哈，就是说他在宣讲上帝的话，那个就是预言。那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他就是先知。这样我们听懂吗？那为什么会跑出这种我们这个概念出来？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先知他要宣讲上帝的话，那些话常常是跟未来有关系的。好，常常是他宣讲出来的话是跟未来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渐渐定型，被讲成他是先知，是在讲未来的话。可是重点不是这个先知是在讲未来的话，未来的事情的话，这个先知是在讲什么？上帝要他讲的话，啊，那个才是这个身份重要的定义。好，他说你如果是在讲上帝话语的人，你要按着你信心的程度哦。因为这一段的希腊文不太好解释，所以其实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翻哦，不是说预言按着信心的程度，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概念是，你如果是说在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你不可以违背你的信仰，不可以违背这个信仰。好，你就看到那个信，他把它理解成信心，可是这些学者把它认为他不是信心，他在讲的是信仰。好，你就想想看嘛，现在如果我是先知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信上帝就会有钻石掉下来，我是不是在说预言？我说我在说上帝要我讲的话，你们都敢摇头，等一下你们会掉头发，我告诉你。好，那即便是上帝的话，可是我告诉你说，你们信上帝就可以有钻石掉下来，这个有符合我们的信仰吗？你就可以知道说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了。好，所以即便我这个做先知的，我宣称我在讲上帝的话，我仍然不可以违背我的信仰。好，那我知道我有没有违背我的信仰？听的人才是重点啊，弟兄姐妹，你们要做出你们的判断跟什么检视嘛。在台上在宣称他在讲上帝话语的人，他有没有违背他的信仰？这是你们的责任，好吗？关掉，对不起，居然有人打电话来，好，关掉，对不起，好，没有声音了。这是你们的责任，去检视、判断
宣称他在讲上帝话语的人，他讲的有没有合乎信仰？好，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已经不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好，不是那个程度了。我们现在都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有没有？不要那么没把握嘛，有没有啦？有啊，你有圣灵跟你同在，好，你有透过你阅读圣经，你有透过你不时的祷告，你有跟上帝建立关系，你有能力可以判断，可以鉴定，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讲话的那个人，他讲的话有没有符合信仰？知道吗？知道吗？这是你们的责任。好，你千万不要被一些牧师讲一讲就骗走了，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鉴定，你要去 think soberly， 你们要冷静，要冷静思考，清醒的思考，到底他讲的合不合圣经？好，说预言的要按着信心的程度，就是不可以违背你的信仰。再来呢，他说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他原文是这样说的，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服侍的就要服侍，那等于是没讲嘛，那个就是这个执事，如果按照我们教会体系来讲，执事就是洪道安执事嘛，对不对？执事，那我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他意思就是一个 server 就是一个服务的人一个服务的人你是作为一个服务的人，你就要心思意念就放在服务上面那做教导的就当专一讲，因为他原文真的这么写你是教导的，你就教导，所以就是专心，所以他把它翻成你要专心的教导劝勉的就当专一劝勉，他没得翻了，因为他原文就写说劝勉的就劝勉，教导的就教导所以他把它翻成劝勉的就当专一劝勉可是这三个放在一起是有意思的前面第一个是说什么？你们就忘记了？前面一开始说什么？说预言的要什么？要说预言是这样吗？不是啦，说预言的要什么？要按着他的信心的程度啦，或者说你要说预言的不要违背他的信仰。然后中间插一个是服务的然后如果跳到这里，变成说预言的、教导的跟劝勉的这三个是有关联的。说预言的可能会是就是这样子在宣告的教导的就比较会是不那么公开，可以是比较私下的。那劝勉就是比较起来是更私下的，都是有教导的意味。其实弟兄姐妹，你们在教会的经验，教导的分量大不大？你们做基督徒在教会的经验，说不要只是在古灵教会了，就是说，就你们做基督徒的经验，教导的这个分量大不大？很多是不是？那真是好事情。有些人是假装看别人是在摇头，是吗？其实尤其是长老会尤其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会，如果你教导不够，会引起毁灭的后果。为什么讲那么严重？你知道长老会是重视民主选举的，就说我要来当古灵教会的牧师，不是说我要来就好也不是说长老点头就好是什么？我要当古灵教会的牧师，是古灵教会的会友，正式的会友，他们超过2/3出席以后，然后他们投票，要超过2/3的人同意，我才能什么？当这个教会的牧师好，那你要被选为长老，你要先当过执事才能被选为长老。那你怎么当执事？你也是经过会友正式的会友们推举出来，选举成为执事。那你就会发现，这些重要的，不管是服务的人、领导的人，他们都是用什么出来的？选举出来的。
那如果你是用选举出来的这样子的教会，你教导不好或是不够，你就知道一定完蛋的嘛。你就想象，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然后他们用选举的方式在产生他们的公仆也好、领导人也好，结果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素养，没有任何的选举的民主的概念，会怎么选？啊？会怎么选？会选出韩国瑜嘛，对不对？好了，不要那么直接了。好，6月6号要记得回去哦。好，我的意思是说，要么就会选嘛，对不对？要么就靠关系嘛，就是你会选出不恰当的人出来嘛，是不是？好，那就是说你得要重视教育哦，一个社会。你的公民的水准的程度要到一个程度，你才能真正可以发挥那个选举制度的优秀美善的部分嘛。不然这个选举的制度就会帮助你选出很奇怪的人。所以尤其是长老会，如果宗教信仰的教导不够，教育不好，你就猜会选出什么长老？会选出什么牧师？会选出什么执事？听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听懂啦？好，这个是直接哈。我说其他的教派不是用选举的，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如果是长老会，因为他是用选举的，在决定很多的事情，直接就说教导不够，直接就完蛋，直接一代就死了。听懂吗？有没有听懂了？同意吧？所以主保佑我们古亭教会，我们可以选出好的牧师、好的执事跟好的长老。哎，你看我们团契的团契的会长也是用选的嘛，是吧？好，哎，在其他教会不见得他会用指定的哦。他可能牧师会指定谁。那如果牧师是个好牧师，他指定的也都是个好人，对不对？也不见得啦哈。可是牧师是好牧师，也可能指定他牧师是坏牧师，他指定的就更惨了，是吧？好，那可是这个会比较慢看出来。我要讲的是长老会，因为它是很多的决定都是靠会议、靠选举的时候，如果你的会友就弟兄姐妹，你们就是没有好的教导教育的时候，这个会马上就显出它的伤害出来了哈。所以这三个都是教导哦，就是说预言的，就宣讲上帝话语的人、教导的人跟劝勉的人，哦，劝勉的人，这个都跟教导有关系哈。然后再来，他说什么？施舍的要诚实，然后治理的要殷勤，怜悯的人要欢喜。这三个翻译只有第三个有一点模糊，其他都翻的都很准。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施舍的要诚实啊？这什么概念？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跟人家分享或施舍的这种经验啊。那什么叫做不诚实的施舍？他既然提醒说，如果你有施舍给人家的时候，你要诚实。那什么叫不诚实的施舍？就是说，你给他100块，然后说哦，我这里1000块给你，你要小心拿哦，是不是？不诚实，不知道在讲什么嘛？什么叫施舍要诚实？所以会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哈，他说施舍要慷慨，没有怨言哈。这个是他原文模糊的地方，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也可以理解成要慷慨，没有怨言。那作为一个施舍者，要慷慨没有怨言，你就比较好理解吧，对不对？那可是施舍要诚实是什么意思？好，它的概念是在指说，这个诚实是在说你其实没有什么隐藏的动机啦。好，你的施舍就是纯粹是因应他的需要，而不是我喜欢的女生在旁边，赶快施舍一下给弱小的人，让我喜欢的人看见，这个就有隐藏的动机了。好，我只是随便举个烂例子，你们可以去思考什么叫做施舍要诚实。就是说我们单看到他的需要，然后你做出分享，这个就是施舍要诚实。你知道基督徒施舍常常是最不诚实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不了解我吗？我都这样讲了，你们应该猜得出我在讲什么。我说基督徒常常在施舍的时候是最不诚实的，为什么？什么动机？谁讲的？谁讲的？哎，对啊，你们都戴口罩，都看不到谁讲的。基督徒常常对人家好，他其实有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想要把他变成基督徒，这不就是你隐藏的动机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对一个人好，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你是不诚实的。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搞了半天，基督徒最不诚实。基督徒脑袋，基督徒有一个，你知道这是一种病哈。基督徒脑他有一种生病，基督徒脑袋一直想说，他看到谁就想把谁变成基督徒，有没有？噔噔噔我们就用各种方式想把人家变成基督徒。你善待他啊，对，或是什么，就是想把他变成基督徒。如果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就不理他了，这样，是不是？你们这基督徒是不是都这样？是不是啦？没有哦，好，很好，没有的一定都是去古亭教会的哈。好，所以你去看保罗他这样讲，其实他心里面的担忧是什么？或者说保罗观察到什么状况？我并不会认为保罗是无缘无故讲这些话的，他会特别去提这样的事情，表示他的观察，表示他的担心是在这里，所以诚实没有隐藏的动机，是每一个人想要有善行的时候，他必须做自我的提醒跟检视。你做的诚然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善良的事情，是一件美事。可是你心里面的隐藏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你自己要去对付的，你自己要去厘清的哈。你要 soberly， 你要清醒的去思考的哈。好，治理的要殷勤，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的原文治理的就是指说，如果你要 lead， 你要当一个领导，你要作为一个带头的领导的人，你要殷勤。为什么？为什么作为一个领袖？当领导的人，你要殷勤，为什么跑去殷勤？我们在讲说，做领导的不是要有什么智慧、魅力，身高超过180，对不对？不是吗？他怎么会跑出一个你作为领导的你要殷勤？保罗在想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些做领导的，到后来他们都变成出一张嘴，有没有？他就指派嘛，对，做这个。这个问题我们请那个环保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请那个，就是说你是 leader， 你常常到最后分工的结果变成其实你是出一张嘴而已嘛，对不对？可是他这里在提醒，如果你要做领导，你反而要怎么样？先身士卒，身先士卒。我还要想一下好，你要身先士卒。这个东西在保罗在他那个时代是非常，我相信如果在罗马帝国，他那个时代是非常清晰的概念罗马的军团很强，罗马的军队很强，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编制是非常特别的哈。他们编制里面的百夫长应该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台湾军队的连长，管100人嘛，不是会刚好100人反正就类似，就差不多100人他作为百夫长，对嘛？军队连长是100人嘛，是吧？一个连100人嘛，对，好。那台湾的军队如果要打仗，连长就说冲啊，对不对？谁冲？谁冲啦？当然阿兵哥冲嘛，对不对？我是军官呢，连长是上尉，冲啊！然后阿兵哥冲，去，去死，对，好，可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冲的时候，你知道谁冲在前面吗？是百夫长百夫长是第一个百夫长是冲在前面刚刚说什么？什么士卒？
身先士卒，哎，百夫长是冲第一个，所以罗马帝国的百夫长的损耗率是极高的。哦，是如果你没死，你后来渐渐可以就当到千夫长什么什么就上去了。不过要不死是很困难的。好，因为百夫长这冲第一个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你们如果你们现在看一些电影哈，演那个罗马时代那些电影战争的时候，其实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百夫长。百夫长就是那个嘛 ，open 奖嘛。百夫长的帽子就是 open 奖的帽子，是很奇怪的，跟你想象说，哎，戴那种钢盔，然后他那个鬃毛好像应该都是直的嘛，对不对？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啊，你觉得那种如果戴那种头盔，那如果上面有毛，对不对？应该都会像直的嘛，对不对？啊，可是那个百夫长的不是，百夫长这是圆的，半圆形，难怪一看就想把他打死，对，那么明显哈。如果你看到那个头盔是这样子，那是骑兵队，那骑兵队啦，好，那是骑马的，好，对啊，因为如果百夫长骑马，那个头盔就掉了，风阻太大，头盔就掉了，所以百夫长只能用冲的哈，他马上就死掉。好，这边就很清楚在告诉你，你带头的，你反而要什么？要很勤奋，要很勤勉。好，可是你知道实况，我们实况带头的都会变成出一张嘴，像牧师嘛，对不对？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我都知道啊，好，我就用讲了就好。哎，好吧，就提醒我自己一下。那再来，怜悯的人要欢喜，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怜悯的人要喜乐？为什么你做怜悯，你怜悯人的时候要喜乐？好，因为他真的原文就是几个字，没有太多的解释，不好解释，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就去做一些演绎，做一些想象，说好，什么叫怜悯人的人要喜乐呢？他们说你要同理，你要体贴，你要不轻视受帮补的人。你要小心，不让人感到难堪。如果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如果你在怜悯的时候，你展现得出是喜乐，会比较容易达到这边的考量。你想想看，今天那个，不能乱举例子，乱举例子就日记妹好了，好。孟芝，对吗？啊，好，孟芝，啊，因为我不常讲对名字，好，孟芝，哎，他受苦了，然后我要怜悯他，可是我没有时间呢，我现在好多其他事情要做，哎，所以我做的时候都怎么样？如果做的时候是为难的，我做的是眉毛怎么样？深锁的，好，其实我即便是在帮助孟芝，他不会舒服的，他会认为他好像耽误到我了，好，听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吗？好，所以他就强调说，你怜悯人的，你要喜乐，你不要反而让他认为你成为他是你的负担，好，你用喜乐的心去做，你会遮盖这些东西，好，就是说同理啊什么的，这个都是该做的。可是你一颗喜乐的心，就把这些全部就包括了。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让你帮助的人不要难堪。好，你要设法，你要帮助谁，你要体谅到他，你不要让他难堪。好，你不要让他觉得说他是会被轻视的，你不要让他觉得说他是好像麻烦到你。你用一个喜乐的心跟喜乐的作为去帮助他、怜悯他，就会把这些都遮盖掉了哈，把这些都弄掉了哈。所以保罗提这么多的该做的事情，那些肢体啊，所被赏赐的、在圣灵里面被赏赐的恩赐，要做的事情，其实不见得一定得是照他的模样、照他的样式。我说过了，我们在不同的处境。我们要小心不一样的情况，我们要做出不同的反应。他现在只是做出一个例子，好，所以保罗继续讲说，
这些不都有一样的用处啦？不但是要知道我们是有不一样的用处，我们更要知道，其实耶稣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互相联络做肢体的哈，就是说我们是彼此成为肢体的，我们不是独立自己是肢体的哈。所以这样去思考一下，保罗这整段经文在讲的东西，我要做一点归纳，就结论的归纳，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清楚，我们认知我们是一个身体的各个不同的肢体，那有几个要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其实我们得要学习尊重、欣赏那个差异性。好，我们刚好我们这些人都是鼻子，我们这些人都是鼻子，然后只有奇文，对吗？哎呀，这个要鼓励一下啊。我们都是鼻子，就奇文是眼睛，然后我们这些鼻子说奇文你实在长得很丑，会不会？因为鼻子有鼻子的审美观嘛，要长得鼻子才漂亮嘛，对不对？结果他长成的是眼睛，我们这些鼻子就开始笑他。好，其实我们得要知道欣赏那个差异性。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群体怎么会需要这个人？这个群体在一起都很和谐，可你这个人在就是怪。会不会有这种人？有没有？有吧？哎，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好啊，可是上帝怎么会安插这个人？这个牧师很奇怪如果他不在的话，整个教会都很和谐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可是你不要小看上帝的带领，他那个人的存在，可能就在某一个时刻。他就可以发挥他的功用，在某一次的事件，他就可以帮助到全部的人，那他就是必须存在的。即便是在那个时刻之前，大家都很难用，大家都不大舒服。好，所以你要接受你这个身体里面的各个不同的肢体，好，你要能够欣赏那个差异性，尊重那个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个群体没有这个人，就太好了，有没有？太完美了，有没有？哎，你们怎么都没有这种经验？只有我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在，哇，这个鼓励教会一定会千秋万世，对不对？好，哎，可是偏偏他就是在，而且还不走，很烦，还是不从。每次都最早来。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去尊重，然后欣赏到那个差异性，即便你线下你现在完全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有没有那个耐心，有没有那个爱心，就接纳那个就是我们看为不一样的，这是很重要的哈。再来，你从保罗这段经文，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在小心要提醒的，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什么样是个好鼻子？告诉我。哎，弟兄姐妹，什么鼻子是个好鼻子啦？奇怪，你们对鼻子有偏见。哦，好，不会过敏的鼻子，很好很好，这个好鼻子。那还有嘞，怎么样的鼻子是好鼻子？你可以闻出不同的香味啊。我你怎拼你的摘？那个失去味觉是因为鼻子的关系吗？就是你吃东西没有味道是鼻子的关系吗？嗅觉跟味觉不一样嘛，对不对？哦，舌头是味觉，不对呢，吃东西没有味道是味觉还是嗅觉？都有。舌头没知觉，可是你好像知道它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只是没味道啊。你们都没有这种情况啊？你们感冒不是感冒到一个时候就是吃东西没味道吗？吃东西没味道，可是还是知道它是咸的吧？就吃臭豆腐就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可是你知道它是咸的啊。完蛋了，跟你们无法讨论。好，
反正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你会觉得说，哇，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要这样子哦。其实你当几年基督徒了？哎呀，你几年基督徒？陈杰，你几年基督徒了？你当基督当几年呐？20年了，20年就应该要对不对？哎，不要用你自己想象的标准要求你的弟兄姐妹啊！好，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我们不但学习尊重欣赏差异性，我们要小心，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弟兄姐妹，而且呢，你更要能够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截长补短，我们可以互相帮补。这样才是作为身体的不同肢体运作的模式。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干脆我全身都是脚就好了，可以跑比较快？啊？跑不动是吧？你就是得知道，你的肢体就是会不一样，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动作都会有展现他们的重要性、必要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看我们弟兄姐妹，其实不在乎，重点不是某一个肢体要多亮丽。像我刚刚讲的 quarterback 那个4分卫，每一次结束他总是最被推崇的，可事实上他能够安全的传出一个球，那是有多少的球员牺牲、冲撞，然后腾出时间，然后拖出空间，然后那个球传出去。很成功哦，那个 receiver 那个空中接球转身 touchdown， 然后所有的镁光灯就闪在他们身上。可是事实上，其他的球员他们做出更用力、更危险的动作。不是重点，不是在某一个肢体多亮丽，那也不要因为仿佛某些肢体暗淡了，你觉得沮丧。你觉得失望，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其实都不是，其实要看的是这个身体是和谐的，这个身体是和谐的，上帝看我们一定是这样看的啦，上帝不会看古亭教会的某一个人是好基督徒，古亭教会的某某人，他发挥出最好的基督徒的样式，不是啦。上帝总是看一个整体的，看一个群体的。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北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南犹大被巴比伦帝国灭掉。那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南犹大被灭？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怎么样？为什么北以色列、南犹大分别被灭掉？因为他们怎么样？就叫你们来查经班，你们都不来。快点！为什么北以色列跟南犹大被灭掉？为什么？圣经又给出他的解释啊，不是从社会学，不是从其他的人类学解释。圣经给的解释就是这些犹太人没有遵守他跟上帝的约嘛，没有活出犹太人应该有的样式嘛。所以分别被别的国家灭掉。可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用南犹大来做例子好了。这个南犹大是不是全部的犹大人，就是犹太人，全部的犹太人都背叛上帝了，都跟上帝没有好，都没有遵守跟他上帝的约，是不是？是不是啦？所以上帝说灭掉你们，让你们被掳、被抓走。不会吧？总有一些犹太人是什么？是敬虔的犹太人吧？有没有可能？一定有的嘛。就好像南犹大被灭之前的先知耶利米，他就是敬虔人啊，他就是出来告诉这些君王，告诉犹太人说我们没有信奉上帝，我们违背上帝。所以你信不信？整个犹大国一定还是有很多犹太人是什么？是遵守跟上帝的约的，是敬虔人，是信奉上帝的，是
持守他生活生命的，信不信？所以南犹大被灭的时候，这些人都没事嘛，对不对？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啦？对，所以当巴比伦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人都没事，就那些坏犹太人才出事，对不对？没有啊，上帝看整个犹太人是什么？是一个群体呀，不会因为你们某些人很敬虔，所以当巴比伦帝国打进来的时候，箭也射不到你，刀也砍不到你，火也烧不到你，那烧到、砍到、射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坏犹太人，是这样吗？不是哎。上帝看我们就是一个群体，那你就会说这样太不公平了吧？是不是啦？弟兄姐妹，这个上帝都不会当上帝啊！那些好犹太人也是一起受伤了，一点都不公平，是不是啦？你们不回答我。那如果你上帝公平，你为什么这些好犹太人一起受苦呢？他们被杀、被掳掠、被绑到别的国家离乡背井，他们是这么敬拜你，这么遵守你的话语，然后对自己的生命信实的持守，那为什么他们要受这种苦？如果上帝看我们是一个群体，这些所谓的好犹太人，就得负起所谓坏犹太人作恶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个群体啊！你不能说我的手非常的健康，我就是健康的手，然后有一个掰咖的脚，然后我们说就不管它，反正我手健康就好。哎，弟兄姐妹，你有健康的手、掰咖的脚，然后就不会跛吗？你的手就不会被影响吗？弟兄姐妹，不会，你是一个肢体，你是一个身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那个神学院刚好出大事情，然后刚好在吵架，然后刚好哇乱七八糟，还有3年有2年都在吵架，难怪我都没有读好。哎，我3年2年在吵架，可是后来我要毕业的时候觉得不行，所以我又多读2年神学硕士。那2年对我帮助很大。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我在讲那个时候我们的教授讲过一句话，他很感慨的说：好，当一个社会坏人可以这么坏，那是因为好人太好。这样有听懂吗？好，当一个社会的坏人可以坏到这么透彻，坏到那么坏的原因，是因为好人太好。啊，好人太好，为什么会有坏人？好人太好，所以他在坏人开始坏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没有制止，没有劝诫，没有去抵抗。那当你没有制止、没有劝诫、没有抵抗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越来越坏，坏到后来整个都承担不了。当犹太人开始有人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的时候，这些好犹太人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做刚刚说的教导、劝勉，是不是？好，可他们没有，他们独善其身，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上帝要出手的时候，是全部的犹太人都要遭受到这些伤害。弟兄姐妹一样，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作为教会，当我们发现我们之中有问题了，开始有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却漠视，我们却冷淡待之，其实到最后就是整个坏掉而已。哎，你说。
好了好了好了，哎，总是由小到大嘛，哈、真是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对了，如果啊，冠宁说。这个就是我喜欢养不责任的地方。你们都是吐槽我干什么？很好，他提那个冠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我刚刚明明我又讲了说不要把什么，被打脸哈，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拿去要求别人哈。要怎么讲比较好？哦，好，这样子好了。当我在说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的时候，我在讲的是，程度上的问题。我认为呢，做一个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他就是必须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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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是我的标准，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看到说，哦，陈姐也是在宣讲上帝的话语。如果用我的标准，我就会觉得怎么样？哎，我是开玩笑的哦。好，我用我的标准在干嘛？在嫁娶他。可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这个信仰群体有人做错了，或是有人败坏掉了，比较不是这个状况。好，那其实我认为都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呐。比如说我们现在认为永好做错了，或许是我的观察，或者是我的评断标准是特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那可是保罗这边在举的例子是，对了，或者说我举的例子是那个漠视啦，是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事情，我却还是怎么样？金口不言，因为弟兄姐妹，你要去指出别人是错误的，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会不会？你看我的下场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好，你要是指出一个人别人是错的，你会很惨呢。对，我现在发现，我以后出去我不会穿这样子黑色的。我现在想说，因为衣服穿了不想洗嘛，对不对？就穿了就多穿几天。昨天我穿去那个成品啊，那一家成品有没有？敦南成品说要关的，是不是？这神经病，客满，这些人是干嘛啊？然后因为我女儿要去，我只好去那边等他们。然后在那边等人的时候，就有人走过来，你是陈牧师吗？每次有人问我这个，我都得先倒退3步。是啊，因为你搞不出他是来打你还是要怎么样哈。我后来发现，我只要穿黑色衣服就很容易被认出来。如果穿不同的，其实还好；如果再戴个口罩也还好。不过有一次穿黑色衣服，我不但戴口罩，我还戴安全帽，还骑着红道安的摩托车，还是被认出来。哇！我快发疯了！我怎么可能戴安全帽还戴口罩？然后那个人说：“哎，陈牧师你来了。”害我都想摩托车赶快骑了就走，因为我要去加油嘛。然后一进加油站，那个加油的那个员工就说：“啊，陈牧师你来了。”我根本不认识他，我说不是，我是来小便的，我就骑走了。干嘛要讲这个？我本身要讲什么？我刚才在讲什么？对，你知道指出别人问题是会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通常有时候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就干脆怎么样？就没看到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没看到太多次，我们没看到太久，其实整个氛围、整个环境、整个群体是会坏掉的，是会坏掉的。我是指这个意思，关你这个，那前面在讲说不要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可能会有 overlap 的地方啦，可是其实本质上在讲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状况。谢谢你的那个提问，
好，然后那个玉贤，你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好吧？对了，哎呀，不可以把肢体的范围就局限在一个教会了，哈。没关系啊，我们先讲一个教会就好了，哈。天哪，如果我的身体、我的肢体还有那些，那还得了？我开玩笑的，好。重点是在整个身体的和谐，哈。那我刚说的今天的经文从第3节到第8节，事实上其实不可以这样子啦，好，你要把前面1、2节放进来，才知道说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要求，凭什么保罗这样要求基督徒？一开始第1节，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我用上帝的 view， 他的 mercy， 我这个 view 来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他说，基督徒你要怎么样？你要将是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那这个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你可以把这个做一点经文的结构，这样来看。他说，你们是祭物，你们是被献祭的物，好，被献上去。那这个被献上去，你们这些祭物是有一点特别的。你们这个祭物是活的，没有那个献上去还是活的，你听懂我意思吗？你们有没有看过献祭啦？献祭之前当然是活的啦，你不会拿冷冻肉嘛，对不对？你是活的，牵来，然后把它怎么样？宰了嘛，然后再放在祭坛上面嘛，或者放在祭坛上宰了嘛，然后烧嘛，怎么会是活的嘞？弟兄姐妹，你们是活着的啊，你们是活生生被献上去的祭物。你要想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以撒，你知道谁是以撒吗？以撒被他爸爸怎么样？就献祭啊，献在那个祭坛上面，是活的，是圣洁的，是神圣的。神圣是什么意思？神圣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挑选分别出来的。好，这是属上帝，是归给上帝的。你们是活的祭物，你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上帝的祭物。我们都翻圣洁，圣洁不是好的翻译哈，翻神圣比较好，因为翻圣洁，你眼睛跑去圣还是跑去洁？好，可是它没有这个洁的意思。你可以引申出神圣的是洁净的 ，OK， 可是神圣本身没有在强调你的洁。好，所以这个概念在基督教很重要。比如说基督徒你是被分别为圣的，因为你比较干净，对不对？你比较洁，所以被上帝选出来，才不是嘞哈！你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不是你比较好，是出于他的什么拣选。好，可是你既然被拣选出来，你被分别为圣了，你真的要小心你的圣，你的洁。好，这后面引申的。好，然后你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既然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然后是献给上帝的，是他所喜悦的，所以你才后面这些东西才变成你的责任。听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有讲清楚吗？说你是因为你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拣选出来的，然后你是他所喜悦的，好，所以才会有后面3到8节对你的要求啊。好，所以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们要这样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很不幸，这个希腊文可以不这么解释，可以解释成说你们这个就是你们属灵的侍奉。好，因为所谓的侍奉，他把它交叉了哈。理所当然，希腊文的那个字可以把它解释成理所当然，也是可以把它解释成灵性的。跳太远了，我应该下面这一句先出来，就是说希腊文的那个字理所当然那个字可以是理性，可以解释成理性，也可以解释成理所当然。这样听懂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们是理性的，啊，你们是理所当然的，意思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可是它是同一个字。好，那可是，在希腊文化里面，认为理性的才是灵性的，听懂吗？我有一个专讲特别讲这个，我们现代人会认为感性是灵性的，是吧？他说你这个人好属灵哦，为什么？因为你都会哭嘛，好属灵。好，我们比较把感性看成理性，不把感性看成灵性。可是，在希腊。就耶稣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柏拉图那个时代，他们认为理性才是灵性，
好，刚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句话，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可以翻译成说，这个就是你们悟性的敬拜，悟性的侍奉。那个侍奉等于敬拜，这个在英文里面有留下来哈。英文有把 service 就是服务嘛，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像那个美国的教会会说，这一堂是English service， 这个是英语的礼拜。那下一堂是 Mandarin， 是华语的礼拜 ，Mandarin 的 service。好，这个他有留下这个概念，就是说侍奉就是敬拜。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们在敬拜，你们是在侍奉；你们在礼拜，你们也是一种侍奉。好，他说这个是你们灵性的侍奉，所以不是只有你在礼拜堂才叫做灵性的侍奉、灵性的礼拜，因为后面要讲的是你在世界上的生活。你要有没有？我们刚刚讲那些事情，你在基督徒，你在生活上面的活出来的样式，你就是在敬拜上帝。这样听懂保罗的意思吗？好，而且是属灵的，是灵性的。好，当你在周济别人，你在怜悯别人，你在劝勉，你在教导，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敬拜，你都是在侍奉，你这个都是你的 service。你有没有连起来？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他明明知道你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你是被献在祭坛上面当作活祭的，你们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后面的那些要求就变成，这是一个你有这样生命的人，你应该要很自然要呈现出来的这样式哈。所以我不要讲太多1、2节哈。所以1、2节他是停在这里。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要再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走下去了，你要被变化，不对，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的描述是说，你不要被世界的模子套起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做那个蛋糕，机器蛋糕的模子，这样扣，每一个都扣一样子出来。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模子扣出来哦，你要改变，你要怎么样？”中文翻成心意更新而变化，基督徒念久都觉得很顺，事实上这是很奇怪的讲法。他意思是说你们要被变化，要借着心思的更新，然后变化。你们要本来是照着世界的价值在过活的，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是被拣选出来当做一个献祭，那这样是上帝所喜悦的献祭。你们要做出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为你的心思变化了。所以接下来，因为心思变化了，你们才可以分辨得出来上帝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善良、可喜悦、完全的。好，所以回到今天的经文3到8节，再回来讲一次。基督徒，我们真的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要学习去尊重、欣赏差异性。这个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强调，那一些纷争、冲突、争吵、攻击，其实往往都是因为差异性，就是无法接纳差异性，差异好，所以产生那么多的悲哀的地方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欣赏差异性，然后小心不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尤其这些人跟你做一样事情的时候，那是最容易做比较的。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然后换另外一种心思来看，你就会看到什么叫截长补短，什么叫做互相帮补，而不是什么扯我的后腿，那个什么耽误或者什么的。好，所以再重复最后一次，重点不是某个肢体它多亮丽了，不是那个每次 MVP 就是 quarterback， 都是最后投进去那一球篮球，有没有？投去制胜球那个最厉害，对不对？好像仿佛前面的每一次的得分都不重要。当然，最后那一刻你要有很高的稳定性，不是某个肢体多亮丽的问题，也不要被仿佛你现在的暗淡欺骗了，好像觉得自己就没有意义了，没有用，没有，其实是整个身体因此和谐了。
那个 harmony 出来了。上帝要看的是这个而已。如果上帝看到一个群体总是有个亮点在那边，你猜上帝会怎么样？这个群体总是有一个特别亮，一直亮 ，shine Jesus shine， 一直 shine 一直 shine。我告诉你，搞不好上帝就把它砍了，砍了以后比较和谐嘛。看你还会不会喜欢继续亮下去哦？你要知道，常常我们的亮都是踩在别人身上的，哦，是要别人付出代价的，哦，所以不要再把焦点放在某一个肢体要亮，也焦点不要放在仿佛我现在是暗淡的。我们看广一点，是整个和谐了。啊，至于要不要看到你那什么粮、什么糖，那个慢慢来哈，慢慢来就好哈，慢慢一定扩出去，一定是的。因为到最后，上帝看台湾也是看台湾的基督徒，他才不管你是什么教派、什么堂，你就是一个群体嘛，就是一个群体嘛，哦，讨厌，好，我们同心来祷告啊，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是被你拣选出来的，被你分别为圣，然后成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承担的一样的责任，你加给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我们或许也承受着类似的痛苦，因为这是同一个环境。然后我们仍然还在学习怎么样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仍然还在尝试努力去看到那个差异性在一个群体里面的重要，因为我们必须因着这些不同去磨合，去学习能够互补。即便我们比较喜欢的是同质，即便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那种一样，连味道都相同。可是阿爸父神就让我们因着我们的心意变换，然后我们整个被更新，我们不再沿用这个世界的价值，我们学习用上帝国的价值来看自己，也看彼此，看我们的群体。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时刻亮了，阿爸我们就亮吧；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暗淡了，阿爸我们就暗淡吧。因为我们在意的是整个身体的和谐，求你就这样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至战至今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
真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在提醒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耶和华所赏赐的。奉献是基督徒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若在座的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还不了解奉献意义的朋友，就只需观礼，无需奉献。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切全献上》。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全献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创造我们的耶和华，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丰富的供给中，我们一无所缺。数算你所赏赐的恩典，我的心何等感恩！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世的影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所奉献的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于你的。主啊，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们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求你悦纳我们全心全意的奉献。求你使我们常存这样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孩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是消息与报告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好，首先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好，没有。好，那下一页。消息与报告的部分，我们要宣言。好，请傅如讲吧。6月13号动物园寻宝的部分，我们请孤挺团契的会长傅如。我是嗨，我是团契的文轩呐。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动物园寻宝活动，就是时间在6月13号的礼拜6早上10点到下午3点，然后我们在6月7号就报名截止。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个是大稻埕实际解谜的活动，然后是我们同工自己设计谜底跟宣传等等的。然后我们今年呢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是直接去买游戏包。为什么今年会买游戏包呢？因为同工们太晚知道游戏包可以买，不然去年就是买游戏包，因为设计这个很累，对。然后为什么就是会选在动物园呢？就是其实如果就是一直有在我们团契聚会的人就知道，其实我们团契的意向呢就是走出教会，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动物园。然后笑什么？对不起啊，就是为什么我会选在动物园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上次是人文，是跟人接触，我们这次选择跟动物接触呢，就是我们要去动物园，要怎么说呢？我觉得去动物园就是可以，因为我觉得人类就除了智商比动物高之外，其他
都输给动物蛮惨的，所以我们要去动物园，就是表现人类的智商，就是我们要去寻宝给他们看。哦，对啊，现在这活动还蛮酷的，叫木栅栏里的秘密。对，然后其实我们会绝对不会影响到动物的形式进行，因为我觉得他们住在动物园已经是影响到他们生活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影响到他们生活。我觉得这真的很精彩。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就是团契里面我都没有熟的人，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来就对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类在面对不一样的族群，一样，我们都是动物啊，就是面对就是智商比我们低的动物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团结，就是对，来这样有人想参加这个活动吗？就是非常的精彩呢，我们就是要去表现我们的智商给动物看，来报名表就直接刷它就有了，直接刷就直接报名了。对，然后还有一个，我知道现在在疫情期间，可能会有些人就是面临失业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经济状况有困难的人，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报名表里面会有一个选项是，如果你有经济困难可以提出，然后就只有团契只不会帮你出动物园的门票，但其余的费用呢，团契都会帮你出，这样子就是安心的来参加，安心的来玩，我们一起去跟动物玩，耶、然后如果就是对孤挺团契有兴趣的话，就是等一下可以来找我，或者是找嘉秀，或找团契的同工，就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赖群组。然后对我真的我这样会不会把团契形象毁掉？这样，就是我们团契其实是很正能量的团契哦，这样是。然后走出教会也不是要离开教会，走出教会的意思呢，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团契里面就是得到力量。刚刚牧师有讲到什么？帮补什么管他的，就是帮补就是这样，就是互相帮补。然后走出教会，你可以更有能力面对生活。然后另外一个走出教会，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走出教会就是要关怀弱势，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但是就是我们目前现在是变成我们要去动物园啊，对，先以动物园优先这样子，非常棒的活动哦。为什么有听到有人骂我神经病？啊，以上好贴心，因为我们群主在这边，你自己扫。好，那再。换前面那个。陈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笑完妇孺之后没有，好。5月31号，接下来6月开始的礼拜，我们会希望就开始渐渐步入那个正常哦。所以以后如果鼓励教会有爱餐，就可以请你们早一点来。好，我们1点半开始，可是如果你早点来，12点半来，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享用爱餐哈。教会慢慢会那个步入正轨哈。那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神学生，不是介绍啦，我们要跟我们的神学生说拜拜。秀文，我们的神学生，他在古灵教会的实习就5月底结束，下礼拜他会来台语的礼拜讲道，所以就最后的1-2个礼拜跟我们在一起哈，所以你们看过吧？认识我们的神学生哈，好。好，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一同领受来自天上的福气。你们是上帝亲自所拣选的，是被呼召出来成为活祭，是已经心意变换而更新，是有着上帝国的价值跟视野眼光。
用不一样的视域跟角度来看你们自己，看你们的同工，看你们的信仰群体，致力于你们的和谐，而不是某一次的闪亮跟某一些的暗淡。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充满安慰与你们众人同在，尤其是与身体欠安、心灵不平安的人同在，要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来唱请安的诗。我的爱。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来，我们请起立，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你不握手没关系，跟你们弟兄姐妹问安。好，大家好久不见了，跟我们弟兄姐妹问安。尤其你要找你认不出来、叫不出名字的人，跟他问安啊。